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目尾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要开心》。今日主题就是要甲咱讲这个少年人对这个金钱的价值观。哇，有的少年人哦，拢崇尚那个，看外国啊。人讲外国的月亮较圆啊。是是。啊，拢爱迄个名牌啦。哎呦。什么小 C 啦、小 A 啦、小 L 啦，什么大行拢有啦。哎呦。啊，都爱伊个呢，才要用啊，别行拢无爱用呢。一定爱名牌就对啦。是啊。挑剔哦。对，啊，若讲到名牌吼，我印象中哦，阮查某囝伫咧国中的时阵啊，有一天放学倒来厝家讲妈妈，我感觉阮同学吼足袂晓想的呢，伊咱拢无去想到讲吼，因爸爸妈妈趁钱辛苦，啊，在国中的学生囡仔哪尔，都咧追求名牌，啊，我听到足甘心的了。哎呦，这个呢囝是加生贵的。你咧讲，我毋知讲阮囝袂哈。恁囝安怎？阮囝足袂晓想的啦。伊是讲阿爸吼，咧做明星可能真够趁钱啊。是啊。啊，就迄个布鞋都爱啥物咧高高哦，吼，啊，搁啥物哦，电脑都爱买啥物咧啥物山啊领过啊，啥物搁起一件叫糖加的啦，啊，所谓啥物说手机啊都爱爱到会绑迄度啊，哎呦，一只咱2-3万的了。会当上网，会当看电视、看电影，搁会当拍电动、功能爱足拍济。电动，看路看天气，哦，这些功能真济啦。是，啊那剩了你咧？像我哦，因为其实即摆少年人吼，足侪拢还金钱呐，还是名牌，拢还迷失了自己，你知道？但是我感觉嘛是爱甲即摆少年学乐一个啦，无爱甲是大人摕钱嘛，啊，就会去打工啊，但是做变月光族。什么意思咧？月光族？就是领到钱还不到月底就花光光啊，为着要享受啦，对。哎呦，月光族啊！我跟你讲啦，你讲到这我嘛有想到，因为我做里长哦，感慨万千呐。都会少年少囡啊，像你这种人呢，一直花光光，马上去酒店脱光光。你讲这敢若有语病咧？你听去啊？因为安尼你知无？因迄种为着要追求名牌嘛，啊，趁钱无够用啊，只有安尼较紧啊，啊，所以来找我啊，我里长爱甲服务啊，甲关心一下啊，叫阿伯莫安尼做啊，啊，认真去拍拼啊。对。啊，你两个是多好袂？无阿伯。哦，讲实在，若讲到这，你两个都答袂完啦。哦。到底吼，即摆少年囡仔因对金钱的价值观是啥款呢？来看咱的剧。哎。哎，姐啊，我等来啊。哦，姐啊，你在算小妖？哎呀。哦，听你呢，哎，我就知哦，这个月生意阁真歹。哎呦，生意是还阁马马虎虎啦。我这个月吼，迄代志特别多呢，我敢若咧走运局吼，走人足善。放心啦，姐啊，我吼专工吼去咱附近这土地公庙拜拜，我甲拜甲求呢，求讲吼，互咱的开心民宿吼，生意兴旺大趁钱，入来大个人客，大家拢平安顺遂无代志。而且我阁甲求哦，求讲吼，让我阿伯会娶媳妇，我嘛甲求你呢，求你阿伯会嫁好翁了。哦，哎呦，你阁遮有心哦吼，阁去啊土地公伯啊求遮多哦，啊，甘心啦，甘心啦。啥物才安尼尔？那我阁偌功夫哩哦，我专工阁抓这2粒令果去甲拜呢，土地公伯食，啊，这粒互我食，这粒要互你食平安。啊，姑娘。喂。你传2粒令果，啊，去啊土地公伯拜拜，安尼求甲一米呐，安尼敢袂歹势？哎，袂啦。关系都好啊，人个土地公伯大量外挂咧，伊嘛知我即马较瘦吼，伊袂计较啦。
哎呦，咱这倒伫讲边啊，人讲哦，我有去甲摆着足欢喜的，人讲生意食水甜啊。这句话吼，拄啊，敢若你才讲会出嘴啦，好心好眼，君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你慢慢做代志，拢要像恁囡仔变囡仔耍。好啦，啊你是搁做唔对代志哦，啊无恁姊儿啊，踮遮咧甲你念啊。呸！你咧拍这水，你定咧做唔着代志。是讲这咧讲，啊你今日要创啥？啊我著你互我看到我就自火真正的。你若大概来阮开心民宿就出代志，你敢若阮开心民宿的扫帚生？你莫踮遮哦，袂生牵大厝边啦。啊你家己都管理无好势啊，你搁怪我遮来？喂，会长，什么咧管理了无好势？迄阮是运气较歹，啊随阮一直来安尼尔了。好啦，你莫搁甲会长在咧搭喙鼓啦。人会长咧专工开车后，要载我来开会啦。开会是要开什么会啦？啊算啦，咱即区的民宿吼，要开一个联合促销会啦。啊希望哦会当甲咱遮的民宿哦甲推广出去啦。啊我毋则会来遮要载恁姊仔去开会啦。嘿啦，啊我要出来开会啊，你顾好哈。好啦，做你去啦，放心啦，那顾店我一直来，免惊叫。水果玲啊，还有住宿哦。是啊，啊，你要开会做你去，你交代我就好啦。迄登记哩啊，爱这登记。知啦，去开。哦。小姐，讲，免客气啦，来，坐。哎，小姐，啊，你是要住迄落普通房间，还是要住迄落较大间、较豪华的？我爱厝里较方便的就会使。出入较方便的哦，那我这房间拢出入足方便的，做你放毋心。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通道较济啦。通道较济？你是要走路了？无咱通道较济，先行警察俩。你若是无即款房间，不要紧，我去别间。等。遐济啦，小姐咱慢慢回去啊，大。有啦，我这一楼遐有迄个商业，迄个做商务套房啊。哦，啊伊个哦，拢总有通啦，这手边也通，倒手边也通，后壁到后通，四通八达，但是迄较贵，爱4000。4000。啊。喏，这2万有够无2万哦。有够。啊，小姐，你有迄个证件，互我登记者。登记？会使卖无？歹势哦，啊，这规定的啦。喏，这，互你的小费。啊，小费5000哦。安尼我会使卖登记无？这我考虑看卖啦。上济就安尼啊。哦，这我考虑看卖。你若是唔肯，我去住别间。等！哎呦，哎就歹啦！哎呦，我唔敢呢。哎呦，嘿，昨就讲好啊啦。对啦，无你嘛是爱互我知我你姓啥，后摆我较好甲你称呼吼。你就叫我秘书王就好。秘书王哦。剩的拢卖问。哦，秘书王，你莫问哦，莫问就莫问，甲有钱哇，你兜去做事嘛，甲我无关系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丹啊，这是阿舅吼，专工甲你泡这枸杞茶，这顾目睭哦。啊，你安尼看这吼，目睭就袂歹去啊。阿舅，谢谢呢。袂啦，啊你敢有食？啊你若无食吼，我来看你爱食啥，我来煮互你食。阿舅唔免啦，我若枵吼，我家己去哦，你莫无闲。我是讲，看你住喺伫看册，啊你家己嘛无闲，通啊煮食，我惊你身体会歹歹啊。我会家己照顾我家己，多谢阿舅的关心。你去无用你的啦，我要继续看册啊。好，你看册，我莫甲你走。若枵，才甲我讲者吼。好。小姐你好。我头拄仔伫边有听到，你阿舅足关心你哦。系啊，阮阿舅足照顾我呢。啊，你是来遮住宿遐？哦，
哦，对啊，就在遮。哦。啊，你好啦，我叫做糖糖吼。啊，因阮这附近2间民宿拢会互相帮忙啊。啊，你若有需要人帮忙的，你嘛会使甲我讲哦，我会使替你服务。哦，那安尼，我问你哦，你阿舅安尼甲你关心，你会感觉足烦的无？烦？袂啦，伊足照顾我的呢，只是关心无叫烦。关心过头就变做惯啊。我感觉袂，这是长辈吼对咱晚辈一种呵护的行为，爱好好珍惜。时间若过，一定会烦。有，糖糖哦，迄个王小姐是甲你讲啥？我感觉伊怪怪呢。伊讲吼，阮阿舅关心我吼，就是叫做惯啦，好奇怪哦。莫讲你感觉怪，我嘛感觉真奇怪。但是哦，不要紧啦，迄是人客啦，伊安怎讲咱安怎做啦，凊彩随在伊啦。对啦，糖糖，这间顾好吼，啊，搁这间嘛顾好，2间拢互你顾。好，我来找恁舅仔泡茶，吼。啊，无意思啦，咱若做人安尼就伤卑鄙啊啦，哼。讲啥物的为着我一生的幸福，啊若泡茶拢要甲我通知哦。啊，原来你拢是空水布置啦。等即摆是你讲啥？哎哟，你真正捞一个鸡汤好狗啊，无无咧骗。等我茶做咧泡，你人都已经到，我就来甲过咧通知哦。啊，好啦，谁叫你哦，迄茶泡甲遐好啉，我已经叫你头条咧啊。我来去啉别人的拢袂下呢，无来加水，啊若无就安尼胃安尼做疼，拢爱到胃啊了。你甲腹肚尾疼。来啦，啉茶啦。好。啊，我讲实在啦，那我的茶真正是袂歹。啊，毋过茶吼是别人送，这拢莫讲。你虽然讲几啊年啦，迄拢无甲我送到半斤茶米，也毋过我这讲互你听，我这水嘛爱钱，这茶嘛爱钱，我人工嘛爱钱啊。当有摕甲你15000无？我真正是咧，互你牛逼啦你！牛逼是正常。我是看到钱就装了，都钱光啊，钱光你知影？含钱就甲更好啦，歹惊囡仔搞烂头，我知影你意思啦。大有传啦，2000啦，摕去买茶米啦，啊！你真正要互我？啊！吼，你真正哦，敢若底豆伊都无底看呢。哇，天顶要落红雨啊是哦！你安尼出手遐尼大方，摕2000块买来买茶米。感恩啊！你大遐尼大方，我当然无客气来收起来。做你收起来，费池哦，迄是潘仔摕的小费啦。潘仔？哦，啊潘仔摕愈济愈好啊！这来做咱茶米基金。来。好，下摆嘛，这好康，我来甲你斗收。以茶当酒。好打啦！是啦，一定你来对，我。小等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阿舅，伊讲吼有一个陈小姐来咱遮住，我甲讲无，伊都唔相信啦，一直要撞入来啦。人客啊，阮遮真正无一个姓陈的小姐住伫阮遮啦。我唔信啦，我查某囝已经住喺遮啦。无你啦，把房客登记簿摕来我看。你有够烦的，甲你讲无这个人，你就无这个人，啊！你是安怎你凭什么看我的房客登记簿啊？无你叫警察来啦。好，无你等遮莫走，我随去叫警察来。我袂搬啦。等你是你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有什么情形啦？啊？有在叫你叫来啊？阿群哥哥，喂，住伫恁遐迄个小姐是毋是姓陈哈？唔是咧，伊甲我讲叫做秘书王，伊姓王咧。王小姐哦。哟，姓王啦，毋是姓陈啊！你安尼去叫警察来，我甲你讲，你若敢来吼，你爸吼，真正用扫帚甲你扶出去。我只下巴肚要紧煮饭啦。哦，姑娘。哦。我甲会长要出去开会的时阵，毋是有一个小姐要来住，你也无登记？有啦，我写哩纸吼，还未写起哩啦。你莫甲我骗哦，是毋是人客无管你登记啊？姐啊，你莫管遐济啦，但迄小姐看起来遐单纯，也无生歹人啊，袂像顶回遐迄大阵带咧风拍哦，拄啊使摇啊，袂啦。我呢哦，甲你3交代4番无，讲若有人客要来住，咱就规个拢爱照迄法规安尼落去登记好势。会长毋是拢定定甲你讲哦。都叫咱讲，就老实登记哦，莫做违法的代志啦。对啊，最近安尼代志发生遮尔多，你敢真是拢袂惊？哎哟，人办不离过一个什么死角叉哦，咱这间民宿无啊，若迄执照去用吊销去哦，死到哦，咱2只茶仔就乌有起，知无？好啦，莫拄仔细念啦，无等你小姐倒来，我要摕证件来登记，啊毋好。你
这是啥物性哈？啊，我若讲你两句，讲我细细念啦，啊，若唔讲你就扣角啦。我真正是吼，要来煮饭啊！来，去煮饭啦，去煮饭。啊，知啦。知，但你是知一箍吼，你都唔知人的艰苦啊！我著看到新台票若无摕哦，我会变削叫啊！人讲社大人的生意便是无礼貌，人钱都捧来面头前，咱目睭你一日甲拍起，啊你就对啊你咧！哎，小姐你倒来，啊你上拄好，我有代志要甲你问吼，啊你倒是甲我讲哦。啥物代志啊？小姐，你是毋是姓陈，毋是姓王？哪会安尼问啦？啊，都吼，煞毋知有一个人吼，伫对面遐啦，讲要找一个姓陈的纯小姐，迄敢是你哈？才叫我吹着啊！小姐，伊要找迄个纯小姐，真是你哦。毋是啦，哎呦，反正哦，我袂使互伊吹着啦。警察先生，来啊！我讲你做这安全，我你如果甲你按摩好，你就好哦。警察先生啊，这就我的登记簿啦。啊，内面吼，我这样大有2组人客啊，内面吼拢无一个姓陈的啦。确实是无姓陈的小姐伫遐大。我唔信，我看，哪有可能啊？警察先生，我感觉会出吼，阮查某囝一定住喺遮附近啊。啊，无，阮先转去警察局做一下笔录的啦，阮拢出来帮你找啦。好啦，你拢外头斗相共，你外找我逐日找啦。头家歹势啊！袂，辛苦。我即摆是安怎？即摆什么情形啊？啊，你带警察来遮，我甲冰冰的现迄个，啊找无迄个人，啊你也无甲我回一新的外头就做你kiếm，你甲当作歹人。哦，这是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天又开心，今日俗语就是好天就爱接雨来娘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咱等好天的时阵，咱赶紧甲咱娘室咧拍好搭，唔通等落雨要拍到已经袂有啊。所以若落雨的时阵，咱就有饭通好食。哦，那安尼我上乖，我有这个观念。是。我自少年的时阵吼，我就会晓欠钱少年储蓄。哎呦，几岁开始？18岁。18岁就开始欠，啊欠我这当中我16、17年。喂。无啦，无遐济岁。我咧堂弟，我那是小富婆一个哦。好的储蓄观念啊，那样。真好。欠才有底啊！以前我就足欠的啊。以前我有咧食薰啊，真正我毋捌咧买薰啊。但是哦，我薰拢摕等来后3我啊，点收30哦，这30几啦。当时拢叫你一个咧春秋牌嘛。伸手群。啊，这都欠啊。我搁捌听过呢，较早就上哥哥啊，听讲吼，乐天天开心的时阵啊，啊，即摆落要刷的时阵都讲，哎呦，哥哥啊，亲啊，今日去倒来啦，我等下吼，咱来落刷，请你来食好料的。伊足公开，真公开啊！我定定赢叫，拢发要请。啊，即个啉哦，啊，即摆差不多半中昼的时阵。半忙啊。啊，无诶，今日来甲我载一个。啊？回家。啊，结果咧，迄摊上来诶。导演来吧。哦。真是吃屁屁哦！咱讲到爱勤俭吼，讲正实的，咱敢若一直咧讲怪罪这少年囡仔吼，安尼嘛唔对啦。咱做是大人的吼，有重大责任呢。尤其是即摆吼，迄是大人为着要顾趁钱啊，安尼虽然讲出无用的吼，啊，毋过我拢袂记咧讲厝内囡仔爱管教，啊拢。好啦，无用啦，啊，即马是囡仔若插钱就摕去啦，囡仔插钱就摕去啦。爸爸，我明仔要来买啥，钱就摕来。哇，钱摕咧，毋知开对倒去。对啊，摕钱摕，买这囡仔钱无，哦，摕无去食饭，结果怎哦？无钱咩啦？做强啊，做监理啊，真正害。这真正害呢，咱有当时吼，咱来咧紧急的时阵要用，都无迄个钱啊。对啊。莫讲啥啦，敢若我饲一只宠物猪啊。我宠物猪外高的呢，我那嘛唔知讲伊要食啥，我大摆也100块摕互伊，家己买家。你也心性啊啦，你哈，你该只宠物猪赶快。真正要伤脑筋呢，所以哦，咱就爱会记讲吼，好天就接雨来年啦。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时间过得足紧的呢，咻，一个30分钟又过去啊，我要跟你讲再会咯。是啊，所以今日小句咧，奉劝咱大家呢，对金钱要有正确的观念。总讲一句，以爱勤俭。
念像雨落呀落，落袂停。无过中秋，搁再阮斗相情。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秋月藏天顶。无过中秋，怎样搁再惹伤心？只有拜托月娘替阮来求情。甘愿为牺牲，望天来答应，唔通予阮的一生为爱来凋零。是你无愿意，也是不得已，才会无缘来分开。四个秋天，风吹心寒冷，思念像雨落。